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教会线上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来聆听这周的主日信息。今天早上我其实很开心见到大家，好高興今日睇到大家。因為什麼呢？我感覺得到神其實在我們當中裏面，他要怎樣講幫助我們。我感覺到神喺我哋當中要幫助我哋。他其實呢在那邊攪動着我們，係佢哋喺度攪動住我哋嘅呀心。他攪動了我們的心呢，怎樣呢？他要給我們興起啊！他要給我們興起啊！佢要俾我哋興起呀，因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每一個弟兄姐妹，在我們的教會的開始，我們看得到講神在我們的心，在我們的心中裏面有做一個新的事情。我哋睇到神要喺我哋嘅心中要做多一件新嘅事情。有沒有感覺到你的心裏面好像有一個不知道怎樣的情況，是叫做你因為神在你的那個生命當中攪動着你。你有冇感覺到你心入邊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好似神要我哋要做一件咩事喺度搞住我哋。我們有新的牧師在我們當中啦。我哋有新嘅牧師喺我哋當中，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很多新的事情。我哋要做好多新嘅事情。我們的這個聚會過後呢，我們就有一個開會，怎樣來幫助我們，怎樣來傳這個神的福音。我哋聚會之後呢，我哋有一個會議，又係我哋要研究點樣去傳講神嘅福音。其實神呢是攪動着我們的，神係一直喺度激勵住我哋，但是呢，我們還是不自覺的，還沒有想得到。但係我哋唔知唔覺，我哋都未諗到。就好像這個照片這樣子啊，這個老鷹，天上嗰個飛鷹，這個母鷹呢，它其實呢是要教導它的那個小鷹啊，怎樣來飛。係嗰個母鷹咧，係要教佢嘅細嘅 BB 點樣去飛。但是呢，你那個小鷹你是不會飛。但係你知個細嗰時個鷹唔會飛嘅。所以母鷹怎樣來教導它呢？嗰個媽媽係點樣嚟教佢咧？你們知道嗎？你哋知道？很多人不清楚啊。好多人都唔係幾清楚。呀，怎樣呢？就是從它的那個窩裡面，這個老鷹啊，它的母鷹就慢慢的拿走它的那個毛，因為它用那個毛放在它的窩裡面啊，給他們很舒服的在那邊住。因為嗰個母鷹咧就係要喺個窩入邊攞走佢啲羽毛，嗰啲羽毛係俾佢啲細嘅鷹係好舒服喺度瞓嘅。拿走了那毛的過後呢，那窩呢，你會看得到那個很多的樹枝全部出來了。當佢攞走嗰啲羽毛嘅時候咧，嗰個窩入邊嗰啲枝條啊、樹枝就露出嚟啦。呀，一看得到它全部跑出來的過後，那個小鷹呢，它就一定要跑出去，它不要在那個窩裡面了。咁嗰啲窩入邊冇咁舒服啦，嗰啲鷹就要企起身，嗰啲細嘅鷹就要行出去。呀，它一跑到外面的時候，它又不敢。到個窩邊橫圍出嘅時候，呀，它看到下面就是哎呀要跳下去，哇，會跌到落去嘅。怎麼辦呢？點算啊？它又在裡面，它不要跑，佢又翻咗入去。那個母鷹就推它出去，推它出去。但係個母鷹就要推佢哋出去喎，因為那個小鷹呢，在那個窩裡面，它已經很不舒服咯。因為個小嘅個細鷹咧喺個窩入邊已經感覺唔舒服。所以呢，當那個老鷹推它出去的時候，所以當個老鷹推佢落去嘅時候，哇！你看得到講它的那個小鷹就開始它的那個怎樣翅膀啊，它的翅膀就在開始飛了。嗰個細鷹就會張開佢嘅翅膀。我們有時看得到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我們會覺得那個母鷹是不是很殘忍？當我哋睇到呢個情形，係咪感覺個母鷹係好殘忍咧？但是是給他的那個小鷹學怎樣來飛啊！但係佢係為咗俾個小鷹係識得點樣去飛。這個就是那個母鷹要教導他的小鷹的事情。呢個就係嗰個母鷹要教導嗰個兒女點樣去飛嘅經歷。現在神呢就要攪動了我們的心。而家神喺度攪動住我哋嘅心。神開始攪動了你啊！
神有冇開始搞動咗你咧？你有感覺得到嗎？你有冇感覺到咧？我看到金點的時候，我就記得我們在沙巴的時候，我睇到先姊妹就諗到喺沙巴嘅時候，我們在那個沙巴那邊，我們看得到哇，神的攪動的那些人的心啊！我哋喺度睇到，即係神搞動住當地嗰啲人嘅心啊！每個人啊都跑出來，哇，要敬拜神啊！每一個人都喺度要敬拜神，為什麼呢？為咩咧？就是因為神已經攪動了他們的心。因為神已經搞動咗佢哋嘅心。同樣的，我們看得到，講神其實在我們當中裏面，他還是要攪動的我們。同樣我哋睇到神喺我哋當中係一樣嚟搞動我哋。神呢就要復興我們啊，給我們神要復興我哋嘅。大神啊！你在我們沙巴那邊啊，我看到那個教會是怎樣的嗎？你知我哋喺沙巴嗰度睇到係咩情形嗎？他全部有一個籃子放在前邊哦。裏邊有一個籃喺度。我還以為哇，為什麼呢？他們要奉獻給神啊！我哋諗係佢哋係咪要奉獻俾神我咧？看到那個籃子那邊每一個有號碼的，我睇到嗰個籃入邊每一個都有號碼那嘅，邊寫E1、E2、E3、E4。有E1、E2、1、2、3、4。哦，原來呢，全部不一樣的小組，他們的手機全部放在前面咯。哦，原來佢哋唔同嘅小組嗰啲手機都擺喺嗰度。哇，那時候我講到的時候，剛剛好有個手機有聲音哦，就好像剛才的。咁我講到嘅時候啱啊，好似係同咁就有個電話響。所以我們要記得哦，不好開手機的聲音啊。所以我哋要記住要關手機。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們知道講，神呢是要我們的教會裡面有一個興起發光。我哋要睇到神要喺我哋教會入邊要興起發光。但是我看得到講，神其實要我們來重建，重建了什麼呢？但係我哋睇到神係要我哋要重建，我哋要重建乜嘢咧？不單是重建我們的心理的聖靈，我們的重建我們的這個屬靈的扎根。唔單止要重建我哋嘅心靈嘅信心，就要我哋喺屬靈入邊扎根。還有啊，我們要重建神我們的教會，仲要重建我哋嘅教會。為什麼呢？為咩咧？其實呢，神有帶了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意向。其實神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意象，怎樣來帶這個意向，傳神的這個意向給每一個人。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將呢個神嘅意象傳俾所有嘅人呢？這裏我們看得到，我們的神國之光的意向就是活出天國文化。我哋神國之光嘅意象就係要活出天國嘅文化。還有怎樣啊？興起為主發光，興起為主發光。這一個其實很好的意向。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意象。為什麼呢？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因為可以幫助到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們帶得到神的話語給我們的身邊的朋友。我哋能夠將神嘅話語帶到我哋身邊嘅每一位朋友。今天早上我想要講的就是這一個以斯拉記裡面的1章1到18節。係以希列記嘅第一章。跟大家看得到講，其實呢，他這個有講到他的那個背景，呢度講咗佢嘅背景。好，那背景呢，其實呢，在這個公元537年到433年，這個以斯拉記到以斯米記裡面，全部跨了100年。呢個背景喺公元前就一直到以斯拉記同埋尼希米記一共跨越咗大約100年。在這個100年裡面，其實呢，以斯拉記是講着前面那一個的故事。以斯拉記就係講前面一段。呀，然過後呢，尼希米記就講到後尾那一節。尼希米記咧就係講後面一段。去年我們講到尼希米記，舊年我哋已經講到尼希米記。怎樣來重建他的那個牆？係點樣去重建佢哋呢個牆？帶着整個以色列人啊，回到去那個耶路撒冷，帶佢哋翻到嗰個耶路撒冷，就講着重建他的牆跟那個城市。重建嗰個牆同埋城市。今天早上我想要講的就是以
以斯拉的，就講着那個前面他們重建那個神的殿。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講係以斯拉要重建嗰個神嘅殿。給你們一點的背景，給你們明白的，在那個公元537年到517年的時候，在這個20年裏面有兩個很大的人物。喺公元前537至517年，喺20年期間有一個大人物出現。那兩個人呢，就是那個國王，兩位國王，一個是祖魯斯王，還有另外一個是大流斯王。一位係居魯士王，另一位係大流上王。他們兩個呢，就是在那20年裏面的，在這個地方的王來的。佢係呢20年入邊呢個地方嘅兩位王。重建那個殿的時候，就是這個省長所羅巴伯。喺重建嗰個殿嘅時候呢，就係嗰個省長所羅巴伯和那個祭司約書亞，同埋個祭司約書亞，他們呢就是重建這個神的殿的。佢哋係為咗嚟重建神嘅殿嘅。但是過後呢，你會看得到講479年的時候，以斯帖喺過後419年嘅時候，我哋已經睇到以斯帖。以斯帖呢，就是那個波斯的皇后。以斯帖就係波斯皇后。我們記得嗎？這個名字以斯帖我哋知道以斯帖啊。現在我們講的，在458到433年的時候，就看得到尼斯米這個省長跟這個祭司以斯拉。我哋嚟到公元前458至433年呢，我哋睇到呢個省長尼希米同埋嗰個祭司以斯拉啦。所以背景就是這樣子。背景就係喺呢度。他們全部呢就離開了耶路撒冷。佢哋全部都離開咗耶路撒冷。很久很久啦。離開咗好耐。因為為什麼呢？他們離開了神啊。因為佢哋離開咗神。但神呢攪動了那個國王的心。但係嗰時嗰個神就搞動咗呢位國王嘅心，就給他們以色列人重建他們的地方，俾嘅以色列人重建佢哋嘅地方，重建了他們的這個神的殿，重建咗佢哋嘅神嘅殿，重建了他們的城市，重建咗佢哋嘅城市。我們看得到這個就是那個背景，我哋睇到呢個就係當時嘅背景。所以在這個以斯拉記裏面，我們看得到第1章是講着神怎樣來幫助他們，叫他們來重建他的這個神的殿。喺以斯拉記嘅第1章裏頭，我哋睇到神點樣嚟幫助佢哋重建呢個神嘅殿。所以今天早上我們看得到講，神也是叫我們來重建神他的殿。今日我哋睇到神亦都係要叫我哋嚟重建佢嘅殿。這個殿呢，就講着我們的聖靈的殿，我們要帶回這個殿。我哋呢個殿就係我哋心入邊聖靈嗰個殿，我哋要帶翻到嗰個殿嘅當中。我們一起來禱告，我哋一齊嚟祈禱。天父，很感謝你今天早上。天父，我哋多謝你。我們通過你的這個神你的話語，我們祈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我哋重複你嘅神嘅話語，求你嚟幫助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給我們明白着神你的用意，俾我哋明白神你嘅用意。神啊，祈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神啊，求你幫助我哋每一位，給我們那個力量，俾我哋有力量，給我們有神你的聖靈大大的掌權。求神你嘅聖靈大大咁掌權。奉靠主耶穌，奉耶穌聖名。Amen。所以從這裡呢，我們就可以學到，在這個以斯拉記第1章第1到第8節裡面，我們學到的有3樣東西。喺以希拉記入邊第1章第1到第8節裡面，我哋有學到3件事。第一樣東西呢，就是神呢在那邊攪動國王的心。第一件事就係我哋睇到神搞動咗國王嘅心。我們看看以斯拉記第1章第1到第2節裡面寫。我哋睇以斯拉記第1章第1到第2節。
波斯王居魯士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借尼希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居魯士的心，使他下詔通知全國說：波斯王居魯士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民賜給我，又祝福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Amen。你們看得到嗎？這個國王其實呢，他不是以色列人來的咧。你哋睇到嘛？呢個國王佢唔係以色列人啊，不是以色列人哦，他也是不是猶太人來的。佢哋唔係猶太人喎。這個國王也不相信這個神啊。呢個國王都唔相信呢位神嘅。但是呢，我們的神攪動了他心啊。但係我哋嘅神攪動咗佢嘅心。你看到那邊寫上，神攪動了他的心啊。睇到嘛？嗰度講神的靈來攪動他，神嘅靈嚟攪動佢。所以我們看得到講這個波斯王呢，其實他不認識這個神啊。呢度睇到波斯王其實佢唔認識呢位神嘅，神還是用了他。但係神都係使用咗佢。這個這邊呢，我們看得到講，其實呢，神已經準備了這個波斯王。其實喺度我哋睇到神早就準備咗呢位波斯王。他其實呢叫他，你一定要帶給他們回去耶路撒冷。佢已經教導佢講，你一定要帶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看得到講，他不是猶太人，他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因為神攪動了他的心，我哋睇到佢雖然唔係以色列人，但係神都攪動咗佢嘅心。神怎樣呢？教他做出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幫助了一個神派來的幫派啊。神俾佢做咗一件好奇妙嘅事，就係去幫助一個神派嚟嘅幫派。其實這個王不需要做這些東西的。其實呢位王唔使做呢啲嘢嘅，因為不是他的自己的人，因為嗰啲都唔係佢嘅人。但是呢，他有這個感動，但係佢有呢個感動，他要給他們回去，佢要帶領佢哋翻去，給他們回去建他的那個他的神的殿，俾佢哋翻去建造嗰個神嘅殿。所以我們看得到講，當神開始動工的時候，喺度睇到當神動工嘅時候，連我們沒有想象得到的一個不是這個不認識這個神的王也可以做他的工作，俾我哋一個唔可想象嘅唔認識呢個王嘅人，佢都會做呢個神嘅工。我看得到當神講的，他要攪動一個王的心的時候，當我睇到佢要搞動一個王嘅心嘅時候，我就看得到他是攪動的一個領袖的心啊。我就睇到佢係喺度興起搞動一個領袖嘅心。神雖然這一個領袖他不是認識神的，但是神還是可以用他。雖然呢位領袖佢唔係認識神嘅，但係神都可以利用佢。當他用他的時候啊，當佢用嘅所羅王，他就好像這個什麼漣漪的效應啊，佢就好似嗰個漣漪嘅效應啦。我給你知道，現在在這個世界有一個總統，很多人不喜歡他的。我哋同你哋講，有一個世界上有一個當今嘅總統，好多人都唔中意佢嘅。哇，還講他傻傻啦，講他傻傻啦，講佢係傻仔嚟嘅。哇，跟每一個國家都要對抗啊，同每一個國家都要對抗嘅喎。哇，用這個方法，用那個方法，用唔同嘅方法。呀，全部人講他是傻的，所有人都見佢係個。但很奇怪的就是，他每一次當他開會的時候，內閣會議，他講一樣東西要做的，要禱告。但係佢每一次嘅內閣會議，佢第一件事要開會就第一件事就要祈禱。哇，這個是第一次哦，白宮哦，以前很多年白宮也是會禱告的。但是呢，過後幾個總統他們都也沒有禱告了，現在就帶回來了。近幾期嘅總統都冇嗰個祈禱嘅習慣啦，但係佢而家佢又帶翻呢個祈禱嘅習慣啦。很多人啊講啊，他不認識神的，好多人都認為佢唔係認識神嘅。他自己也承認了，我是一般罷了。
佢自己都承認我係一半啫。呀，為什麼呢？我只是相信他，因為那個子彈沒有通，這個子彈只是開過他的那耳朵罷了。因為我係睇到嗰個子彈嚟打我嘅子彈係插喺我耳邊嗰度。呀，他也不相信的，佢亦都唔相信他嘅，不相信那個神的，佢唔相信神嘅。但他知道那一天，他知道這個世界有神啊。喺嗰日，佢知道呢個世界係有神嘅。所以當他內閣開會的時候，當嘅內閣開會嘅時候咧，我們需要禱告，我哋需要祈禱啊。還不是這樣子哦。唔單止咁喎，在美國呢，當你講吼是不可以的哦，喺美國你講吼唔是得嘅喎，不可以的哦。唔可以咁但是講喎。呢，因為為什麼呢？他們那邊的那個聖誕老人啊，他每次吼，他們講不可以的。因為嗰度嘅聖誕老人到聖誕節嘅話，吼，嗰度唔准講嘅。但是呢，現在可以了哦。但係而家都得咯喎。以前講 Merry Christmas 是不可以的哦，以前講Merry Christmas 都唔得嘅喎，現在可以講 Merry Christmas。而家可以講聖誕快樂。以前以色列呢，它的那個首都不可以放在耶路撒冷哦，以前嘅以色列嘅首都唔可以放喺耶路撒冷嘅喎，全部那個外邦的政府部門不可以放在那一個地方叫耶路撒冷哦。其他外邦嘅政府都唔可以放喺嗰個耶路撒冷嘅。現在的就搬過去那邊了。而家都搬到嗰度去啦。所以講，當神攪動那個人的心的時候，當神搞動人嘅心嘅時候，很多人覺得都不可能。好多事情人覺得唔可能嘅。這個神經病的總統還是做了神要做的，呢個神經病嘅總統都做咗神要佢做嘅，對吧？這個就是神的力量。呢就係神嘅力量。神攪動了心，神搞動咗佢嘅心。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很多是覺得罷了。好多時候我哋只不過係覺得而已。但是當神做他的工作的時候，但係當神做佢個工嘅時候，你就看得到神的力量。哇，真的想不到。你就會睇到神嘅力量係不可估計嘅。我講的這個漣漪效應的時候，我講呢個漣漪嘅效應嘅時候，我就記得我們以前在這個大學裏面，我是在一個大學裏面的事工哦。我記得我哋喺大學讀大學嘅時候，大學事工嘅時候，我每次載人呢，去教會還是去小組。我每一次載人去教會或者去參加小組。當我們載他們過去的時候，那些學生呢，他們就有時候也會給我5塊錢還是10塊錢。當我載佢哋嘅時候，有啲學生會俾我5蚊或者10蚊喎。佢講：Lawrence，這個給你打油啊！佢哋話會講呢啲係俾你加油嘅。很不好意思哦，每次你都來載我。我哋唔好意思，你每一次嚟載我哋。你知道我們怎樣做咯？你知我哋點做呢？我會講：下次如果你有車的時候，也是做一樣的事情哦。我就同佢講下一次如果你有車咧，你可以同樣做同樣嘅事咧。也是可以載人去教會，載人去小組。你亦可以去載其他人去小組去教會。為什麼呢？為咩呢？因為我們以前的領袖們，還是以前的那個人，也是載我，也是沒有收我錢哦。因為我哋以前嗰啲領袖，以前載我啲人，亦都唔會收我哋嘅錢。他也是叫我們，當你有車的時候，你也是載人去小組，載人去教會。佢哋係對我同樣對我哋講，當你有能力幫助其他人嘅時候，你一樣可以去幫助佢哋。這個就是漣漪的效應啊！呢個就係漣漪嘅效應啦。我們也看得到，在我們當中裏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做這個事情。我睇到我哋當中好多弟兄姊妹都係做同樣嘅事情。因為為什麼呢？當神攪動我們的心的時候，因為當神搞動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們也是做了神要我們做的工作。我哋亦都係做咗神要我哋所做嘅工作。所以我們要繼續的，當神攪動我們也是要做神他的這個國度的工作。當神搞動我哋嘅時候，我哋就要去做神要我哋做佢國度嘅事工。我們看得到神在這個領袖當中攪動了他心啊！我哋喺度睇到，
當神搞動咗佢哋嘅時候，領袖的心被攪動的過後，它就有一個這個漣漪的效應。當所有嘅領袖嘅心被搞動嘅時候，我哋就會睇到呢個漣漪嘅效應啦。每一個在他的管理下，他也是會做那個工作。每一個喺佢嘅關係範圍內嘅，佢都會做呢個同樣嘅工作。他也是要每一個人被神攪動啊。佢亦都要每一位都要被神搞動。Amen。所以呢， Amen。我們每一個都是看得到講，神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在我的心裏。我哋由呢度睇到，我哋睇到神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入邊都做咗好大嘅工作。因為神給了這個意象啊，因為神俾咗我哋呢個意象，他也是預備了那些人。佢係都預備咗所有嘅不但人。是預備那個人啊，他還要看得到他的計劃是成就。佢唔單止預備咗佢哋，佢哋仲要睇到神，佢睇到佢嘅計劃係成就。其實呢，神很早已經預言了這一個波斯王啊會做這個工作啊。其實神好早就預言咗呢個波斯王會做呢個工作嘅。我們一起看看在以賽亞書第45章，我哋睇以賽亞書第45章第13節入邊講：我憑公義興起居魯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釋放我被擄的民，不是為公價，也不是為賞賜，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Amen。以賽亞書45章13節的時候，這幾時寫的，你知道嗎？你知道以賽亞書呢幾節經文係幾時寫嘅？700啊，公元前700年啊，喺公元前700年，差不多160年前已經預言了這個王啊會做這個事情啊。160年前就預言咗呢個王要做呢件事。所以你們看得到啦，神其實早已經準備好了。神一早就準備好啦。當神澆灌我們的時候，當神呼召我哋嘅時候，他在那邊攪動我們的心啊。當佢搞動我哋嘅心嘅時候，其實他早已經準備好了。其實佢早就預備好嘅啦。他是要你們開始的接受到他，佢係要你哋嚟接受到佢呀，要活出這個天國文化，要興起為主發光啊！要興起為主發光。這個不是只是我們人講講罷了。呢個唔係我哋人咁簡單這個意象是神的感動啊！呢個意象係神嘅感動，感動了。對我們每個領袖們就帶領每一個弟兄姐妹，我們要活出天國文化，興起為主發光。感動咗我哋每一位領袖，我哋要帶領所有嘅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就要為神嘅國度興起發光。所以看到第一樣東西，我們學習到的是神要攪動國王的心啊！我哋第一件事學到嘅就係神首先攪動咗國王嘅心。意思呢，就是神攪動每一個領袖的心啊。然後神繼續攪動每一位領袖嘅心。所以看到第二樣呢，就是神要攪動百姓的心啊。第二件事就係神要攪動百姓嘅心。我們一起看看，在這個以斯拉記第1章第5節裏面寫什麼？我哋睇下以斯拉記1章5節。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動他們心的人，都起嚟，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Amen。你看得到講，這邊有啊，哇，那些領袖們啦、祭司啦，全部都已經攪動了他們的心，他們要重建啊。喺度我哋睇到所有嘅族長、祭司、利未人都喺被神激動咗佢哋嘅心，佢哋要去重建呢個殿。那邊還有寫到什麼呢？攪動心的不單是這些領袖哦，還有百姓們哦。呢度寫到唔單止係領袖攪動心嘅，仲有百姓。神所攪動的，他們就動起來了。神攪動咗佢哋嘅心，佢哋就會動起嚟啦。神所攪動的，神所攪動嘅你聽到嗎？剛才他翻譯了，神所攪動的，
如果神沒有攪動到他，他們就不會興起來要重建。神如果唔搞動佢嘅心，佢唔會興起嚟去重建神嘅殿。但是那些被神攪動的，所以他們就動嗰起來了啲神所被神所搞動嘅人嘅心，佢哋都動咗起嚟。不是每一個人被攪動。唔係每一個人被搞動，你跟你隔壁那個講，不是每個人被攪動哦。唔係每一個人都被搞動喎。跟你的隔壁那個講，神攪動了我啊！你同旁邊講嘅神搞動咗我啊！因為只有神攪動了你，你才會動啊！只有神搞動咗你，你先至去動。Amen。所以我們要祈求神來攪動我們。所以我哋要祈求神嚟搞動我哋。當神攪動了我們，當神搞動咗我哋，我們就可以興起啊！我哋就會興起啦。Amen。係咪？所以看到這裏呢就講這裡，是要看得到我們的心怎樣來回應，是要看得到我們的心怎樣來回應。只要就係關鍵就係要睇我哋嘅心點樣嚟回應。因為當神的聖靈大大的充滿的時候，他攪動了我們的時候，因為當神嘅聖靈大大充滿我哋，佢搞動咗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們要回應。我哋要回應嘅。當我們沒有回應的時候啊，如果我哋冇回應嘅話呢，事情就沒有得發生了，就冇呢啲事情發生啦，對吧？所以呢，當神攪動的時候，我們需要回應。所以當神搞動咗我哋，亦都話係激動咗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哋要回應。就好像這個樹，一個果樹，如果它是在盆裏面，哇，種了幾年都沒有看到果子發出來的。好似一棵果樹，如果種喺個盆入邊，幾多年佢都唔會生果子。你看到，哇，這個果樹這樣美啊，這樣多果子。我哋睇到呢棵樹咁多果，因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果樹在那個盆裏面拿出來，放在那個地的那個土裏面。因為嗰棵樹由嗰個盆入邊移植到土地下去，所以佢一放了在那個土裏面，它就開始攪動了它的土啊。所以因為嗰個樹放咗落嗰個土地下，嗰個土地嘅攪動咗佢嘅根啊。所以為什麼呢？因為上次我跟我朋友，我就跟他談話。有一次我同我嘅朋友傾偈，他就講到，他有一盆那個檸檬樹。佢話佢有一盆檸檬樹，不知道為什麼幾年了都還沒有生東西的。唔知為咩幾年都唔開花結果嘅，沒有檸檬出來的，冇生唔長檸檬嘅，沒有檸檬果子的樹嚟，係一棵冇檸檬果嘅樹。但是過後呢，因為它在盆裏面種，因為佢係種喺盆入邊嘅。當它拿出來了過後，放在土裏面了。當佢攞出嚟種翻地下嘅時候，哇！它攪動了它的根啊，佢搞動咗佢嘅根啊，那個根開始已經有一個力量啦。佢嘅根開始有力量啦。哇！越來越長啊，佢越嚟往下扎根啊，很多的水啊，你吸收到更多嘅養分啦。突然間，哇！3年沒有果子，突然間有果子了。3年都唔結果，然後種咗地下，突然間就會結果啦。所以我們需要回應。所以我哋要回應嘅。當神攪動了我們，當神搞動咗我哋嘅時候，我們回應了過後啊，我哋回應咗之後咧，我們就看得到有果子啦。你就會睇到果效啦。Amen，Amen。要看得到，當我回應，我們就看得到有果子啦。當我哋回應，我哋就會睇到有果效啦。我們的土啊，需要的攪動。我哋嗰啲土要搞動嘅，因為當我們攪動了那個土，我們心裏的那個土攪動了過後，因為我哋心入邊嗰個土壤俾搞動之後咧，每一個神的話語進入我們的心的時候，每一個神嘅話語進入我哋嘅心田嘅時候，都可以成長有果子，就會成長有果子噶啦。我們記得嗎？那個預言講的一個種子，如果掉進去那個普通的地的時候，它是生不起來的。我哋記得嗰個預言冇，一粒種子跌到一個好貧瘠嘅地方，佢哋唔會生出嚟。但是那一個種子掉進這個好的土的時候，它就會成長。
當呢粒土跌落嗰個好嘅土壤入邊，佢就會長得好好。所以我們看得到講神要重建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我哋喺度睇到係神要重建我哋每一個人嘅信心。如果神要重建他的殿，如果神要重建佢嘅殿，他要先重建他的人啊。佢先要重建佢嘅人。如果神要重建他更新他的那個教會，如果神要更新佢嘅教會，他要更新神人的這個心。佢首先要更新所有人嘅所以心。每一個人都一定要準備我們自己。所以我哋每一位都要準備我哋自己。神攪動了，神嚟搞動我哋。但是我們的這個他是怎樣攪動了我們呢？但係神係點樣嚟搞動我哋呢？他攪動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啊！佢搞動咗我哋嘅生活方式。我們要自己看看我們自己的心。我哋要睇下我哋自己嘅心。如果我們活出天國文化，如果我哋真正活出天國嘅文化，我們是怎樣來可以給人家看得到我們是不是活出天國文化？我哋點樣先至能夠俾他人睇到我哋係活出天國嘅文化嘅呢？明白？所以呢，我們內心裏面活出來的時候，當我哋由內心活出嚟嘅時候，其他人會睇到。我們做的每一樣嘅事情，人家會看到。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其他人會睇到。所以神呢，就是怎樣來幫助我們來 shape 我們的嘛，我們的價值觀也給他攪動了。所以神係同點嚟建造我哋嘅，所以我哋嘅價值觀又係俾神嚟搞動嘅，幫助我們如何的愛其他的人，幫助我哋如何愛其他人，幫助我們怎樣來服侍其他的人，幫助我哋點能夠去服侍其他人。我們看得到講，加入一個小組是很重要哦。我哋睇到我哋加入小組係幾咁重要。因為什麼呢？當我們加入了小組的時候，我們就會學習怎樣來愛其他人。當我哋加入每一個小組嘅時候，我哋會學習到點樣去愛其他人。怎樣來侍奉，怎樣來服侍。我哋就學習點樣去侍奉，點樣嚟互相。所以我祈求神來攪動我們的心。所以我哋求神嚟搞動我哋嘅心。給我們加入一個小組啊，俾我哋能夠加入到小組去。我們看得到有新的事情發生哦。我睇到有新嘅事情發生。我看好像去Andy Winnie 的家哦。我哋有睇到去到 Andy Winnie 嘅家。每個星期五下午的這個小組。每一個星期五下午嘅小組。所以我媽咪過去那邊，她已經很開心。我個媽媽去到嗰度，佢都好開心。有得分享，又有吃哦，有分享又有得食。那個看得到講，其實呢可以幫助到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的，可以興起發光。喺嗰個小組入邊，可以幫助到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一齊嚟為主而發光。等一下，當這個謝牧師啊，等一下有一個開一個會，幫助我們每一個人學習怎樣來傳這個福音的時候，留步聽一下，怎樣來做這個事情。我哋聚會完結之後咧，謝牧師會同我哋開個會嚟學習點樣嚟裝備我哋。我們看得到，神真的是攪動在我們的心。我哋睇到神正在攪動住我哋嘅心。我們可以看一看這個哈該書第1章第14節裏面。我哋睇哈該書1章第14節，耶和華激動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之百姓的心，他們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的神的殿做工。當攪動了心的過後，當攪動咗個心嘅過後，我們就開始做神的工作。我哋就開始嚟做神嘅工作。他在那邊點燃了我們這個火啊！佢點燃咗我哋心入邊嘅火，點燃那個領袖的火，點燃咗所有領袖嘅火，點燃了我們的每一個弟兄姐妹，點燃咗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們就可以一起來發光。我哋就可以一齊嚟發光。所以第一，我們看得到講，神攪動國王嘅心。
我哋首先第一就睇到神攪動咗國王嘅心，神已經攪動百姓的心，然後神再次攪動咗百姓嘅心，攪動了過後又會做什麼呢？然後佢做乜嘢呢？第三就是神供應一切所缺的，神就供應一切所缺乏嘅。我們一起看看哦。我哋一齊嚟睇下。OK， so 在這個以斯拉記第1章第6到第8節裏面寫什麼？喺以斯拉記1章6到8節，他們四圍的人就拿銀器、金子、錢財物、牲畜、珍寶幫助他們。另外還有甘心獻的禮物。居魯士王也將耶和華殿的器皿拿出嚟，這器皿就係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掠嚟，放在自己神之廟中的。波斯王居魯士派庫官米提尼達將這器皿拿出嚟，按數交俾猶大的首領設巴薩。看到嗎？神不但攪動王的心，攪動百姓的心，他還給他們很多的這個資源啊！神唔單止攪動咗嗰個王嘅心，仲有攪動咗百姓嘅心，仲俾咗佢哋好大嘅資源。當神給一個異象的時候，他會有供應的。當神俾咗你個異象嘅時候，佢會有供應。呀，這個照片你看哦，這個地方叫做巴旦。我哋睇下呢個照片，哇，係巴旦巴旦啊，我沒有看到有什麼東西來拍啦，我只是找到這個照片啊。呢度我都睇唔到係有乜嘢。這個巴旦，呢個巴旦這個地方呢，就是其實在印尼的一個島，係喺印尼嘅，係印尼一個島呀，但是呢，很靠近新加坡，係好接近新加坡，所以很多人從新加坡，然後都會去巴旦看一看。如果有去新加坡，我哋又去巴丹嗰度睇睇。呀，很多新加坡人都跑去巴丹看一看。好多新加坡人都去嗰度睇下。這個故事呢，就是我一個朋友剛認識的。我係一個我啱啱認識嘅一位朋友。我這個朋友呢，他其實是不錯很有錢的，係一個好有錢嘅人。但是他每次都去幫助人，但係佢時時都幫助人。他怎樣呢？他就想要幫助一個孤兒院。佢要幫助一個孤兒院。這個很奇妙的事情呢，他就認識了一對的夫婦，是做這個事工的。喺一個好偶然嘅情況下，佢認識咗一對夫婦係做義工嘅。呀，他們呢其實呢想要開一個孤兒院。佢哋係要準備開設一個孤兒院，因為神呢就呼召了他們夫婦做這個事情。因為神呼召咗呢對夫婦做我這個朋友都認識了他們。咁我嘅呢位朋友認識咗佢哋，就講哇，要開一個孤兒院，在這個地方巴旦，要起一個新的房屋給他們。佢哋就話係要喺巴丹呢個地方要建一個孤兒院嘅。所以他呢，我的這個朋友呢，他要建這個的事情呢，但是他還是有其他東西困擾着他。但係佢雖然係想幫助，但係佢就有其他事情要困擾住佢。為什麼他的公司裏面呢，他有一個做一個生意的事情啊，有一個這個方案呢，就已經要開這個法庭。因為佢嘅公司有啲佢做嘅生意有一個方案要去到法庭嗰度。呀，他就跟另外一個公司呢，他們兩個就要有這個事情啊，這個事情要上去法庭的，所以呢，他就怎樣？他有一次呢，他就禱告，因為佢個公司同另外一個公司有嗰個生意上嘅糾紛，佢就為呢件事禱告。他禱告的時候呢，突然他有一個在這個想法呢，就想我想要幫助這個孤兒院，但是我還是有這個缺點，這個問題怎樣來解決？當佢祈禱嘅時候，話我雖然係要幫助呢個孤兒院，但係我哋仲有呢個法律上邊嘅事情喺度糾纏住，我應該點樣去處理？他就禱告，佢就過後呢，他就看到一個字，就講着談判。祈禱之後，佢就睇到兩個字談判。
他就打電話給那一個公司咯，佢就打電話俾對方，他要跟他們談判，要同佢哋談判。他就跟他們說：你賠償我1萬塊，我就算了吧。佢就同佢講：你賠償我1萬蚊，我就算啦呢件事。因為很麻煩啊，要去法庭啦，要什麼什麼。因為好煩啊，要上法庭。虧的就虧了，你只是賠我1萬塊，就算了吧。虧就虧啦，你俾我1萬蚊，賠我1萬蚊就算啦。過後呢，他就看到他的那個銀行戶口那邊，誒，為什麼公司給他100萬？然後佢喺嗰個銀行戶口睇到嗰個公司俾咗100萬喎。哇，他要1萬塊，那個公司給了他100萬哦。佢要1萬蚊，但係個公司俾咗100萬。他就奇怪，他就打個電話給他們，好驚奇，佢就打個電話俾對方。沒有搞錯嗎？你們給了我一萬塊嗎？100萬嗎？你有冇搞錯啊？吓，俾100萬呀？那個公司那邊呢就講，誒，你打個電話給我們嘛？你講你要100萬嗎？係你打電話嚟話要100萬嘅喎。所以我們就好啊，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不用上法庭啊。所以我哋話好啦，俾100萬唔使上法庭，就給你100萬咯，就俾你100萬咯。哇！他講，誒，為什麼他會聽錯呢？佢就諗，誒，點解佢會俾錯？他要1萬塊，佢要係1萬蚊，咁點俾到100萬？當神給他神給他這個意向，他就會得到那個公義。當神俾咗佢呢個意向，神就俾佢得到呢個公義。所以我這個朋友呢，他就開始在這個地方巴丹那邊的就建了一個孤兒院。所以我朋友就可以喺呢個叫做巴丹嘅地方建立咗個孤兒院。15年前的事情啊，呢個係15年前嘅事。到現在，這個孤兒院還在那邊，一直到而家呢個孤兒院仲喺度繼續緊。當神有給你意向，當神俾咗你嘅意象，他會給你供應。佢一定會俾你供應。有時候我們聽到這樣的故事，可能很奇怪哦，會有這樣子的事情嗎？有時我哋聽到呢啲咁嘅故事，覺得係唔係好離奇呢？真係有啲事發生嗎？剛剛幾個月前啦，我也是有聽過這樣的事情。幾個月前我又聽到係同樣呢啲。我一個朋友買屋子，我有一位朋友買屋，他看來看去看不到適合的屋子，周圍睇下都揾唔到合適嘅，全部都很貴啊！所有佢都係好高嘅價錢。然過後呢，他就看到一間屋子，很偏僻，在裏面的看不到的。又係有一次佢睇到一間係比較偏僻嘅，喺入邊啲睇唔到。他就打個電話給這一個 agent， 佢就打電話俾個經紀，他講啦，agent，我只是要問啊，這一個地方是不是要賣哦？佢就打電話俾呢個經紀，佢話我淨係問下呢個地方係咪要賣啊？那 agent 是講 OK 啊，好啊，我是要賣的，你要幾時來見面哦？個經紀就回覆佢，係啊，我哋要賣嘅，你有冇幾時你可以嚟睇下？因為在那邊的時候差不多是6、7點，很晚了。嗰時已經係下午6、7點夜啦。agent 沒有可能會出來的見他。嗰個經紀唔會出嚟見你嘅啦。但是呢，很奇怪咯。但係好奇妙啊！那個 agent 呢就聽到講，你現在出來，我要見你。嗰個經紀就同佢講：你而家出嚟，我可以見你啊！他又沒有想到啊，是講他跟他通電話的時候，如果你不可以來啊，明天也可以啊。如果佢打電話，佢嘅心入邊就諗住，如果今日嚟唔到，我哋聽日可以嚟都得。哇，很奇怪的 agent 講啊，我聽到你是叫我現在來哦。佢就同嗰個經紀講：哇，咁奇怪，你叫我而家嚟啊？所以他又很奇怪，他就講，他平時他不會去的，但是呢，他講，不知道為什麼，他是要現在要去哦，他已經穿了睡衣要睡覺了。但是呢，那個 agent 就是這樣子見了我朋友，就係佢已經準備瞓咗啦，但係佢見個經紀咁話，叫佢嚟，佢結果佢就見咗嗰個經紀。他的老公都，那個 agent 的老公都講，你有沒有搞錯？這樣的時間你要出去啊？你周末？嗰個經紀嘅丈夫都話：呢個時候你仲要出去啊？他一出去了過後就見到我的朋友。佢出去咗之後就見到朋友啦。然後那邊談過後呢，他就講：你是基督徒啊？我也是基督徒哦。哇，我兩個很好朋友哦。你係基督徒咩？我又都係喎。哇，然後過後呢，他的那個價錢又剛剛好是他可以買的價錢哦。
咁啊，傾到個價錢又啱啱好係嘅可以接受嘅價但是錢。呢，就有3個買家哦。但係嗰陣時已經有3個買家啦。呀，過後呢，他這個 agent 呢，晚上特地過來開門給你看，看完了過後還講什麼？OK 啦，我幫助你，給你買得到這個屋。當晚佢就幫助嗰個朋友嚟開門俾佢睇呢間屋。佢講我可以幫助你嚟買啦。呀，就打個電話給他老闆，就講 OK 成交，就賣給他了。佢就打個電話俾佢老闆，佢就就好啦，就答應佢，這很就賣奇怪哦。俾佢啦。那一個他講的是講明天來見，他沒有他那一天他就來跟他全部解決了。真係好奇妙喎！佢唔話聽日你先至嚟睇，佢當晚佢就叫佢過嚟睇，所以咩事都解決啦。當神有個意象，當神有咗俾你嘅異象，他會給你供應。佢就會俾你供應。那每一個人，我們都要看看，神要攪動我們的心。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渴慕神嚟攪動我哋嘅心。當神攪動我們心的時候，我們周圍的人每個人都被攪動。當神攪動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哋周圍嘅人都會被攪動。我們一起看看腓立比書第4章第19節裏面寫。我哋睇下腓立比書4章19節，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我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Amen，我們所需要的都充足。我哋所需用的都充足。給你一點的故事。我講個故事。我們當中我們知道Ken 跟 Iris 他們回去馬來西亞，現在我哋知道阿 Ken 同埋 Iris 翻咗馬來西亞，他們也是神攪動了他心。佢哋都有俾神攪動咗佢哋嘅心。神攪動了心呢，他就去這個 Fremantle 那邊派食物給人家吃。神激動咗佢哋嘅心之後，佢哋要去 Fremantle 嗰度派食物俾嗰啲露宿者。呀，給他們吃了過後，一下子要派，就派了有4年咯。係咁一直派咗4年時間。呀，所以現在呢，他有一個團隊，每個人有神攪動了他們的心。直到而家佢已經建立咗一個團隊，每一個人都有俾神激動佢哋嘅心。每個星期六他們就煮很好吃的啦，過去。每一個星期六佢哋都整好多好好食嘅嘢。有一次啊，星期六我過來拿東西的時候，我看到哇，你們煮什麼？煮好像給 hotel 的那些自由餐還是什麼？有一次星期六我嚟睇到佢哋煮嗰啲嘢，好似啲餐廳煮嘅靚嘢咁。哇，還有很多食物吃不要緊哦，還有甜餅吃。唔單止有食物喎，仲有甜品喎。哇，我看到他們做那個甜餅啊，那個 cake 啊，真的很好吃哦。我哋睇到佢哋做嗰啲甜品真係好好食嘅。他的那香蕉 cake 啊，真的是有香蕉在裏面的哦。佢哋嘅香蕉糕真係有香蕉入邊。他們如果做芒果的布丁，那個芒果真的是在裏面。叫做芒果布丁，真係入邊有好多芒果。哦，看得到講，這個吃的真的是很好吃哦。我睇到真係食好好食。但是神當他攪動了心的時候，我們就做很不思議的事情。當神攪動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哋做出好多唔可想象嘅事情。當我們看得到，那個兒童一起來學習跳舞啊，當我哋睇到呢啲細路仔一齊嚟學習唱歌跳舞嘅時候，每個星期4早上多了 jam， 你看得到每個星期4嗰個兒童活動嘅神攪動了 Jasmine 的心，嗰個神攪動咗我哋每一位事工嘅心。Jasmine 的心， Jasmine 嘅心，他就開始要動起來要做。佢就動起嚟要做呢個事。年過後呢，他就交給阿 Ann 做，然後佢又交咗俾 Ann 姊妹嚟做。要跟他禱告哦，現在病着，我哋要為佢哇，還要咳嗽給佢做病，而家病緊啊！神攪動了他心啊，神攪動咗佢嘅心。年過後又攪動了媽的心啊，又攪動了這個 Florence 的心啊，哇，攪動了很多的同工一起來合作，一齊激動咗好多嘅同工一齊嚟侍奉。不單是這樣子，還攪動了這個王太的心哦。唔單止咁，仲攪動咗王太嘅心。呀，王太呢，還做那個 cake 啊，還是龜啊，還是什麼，給他小孩子們吃。
黃太做咗好多唔同嘅糕點俾啲細路仔分享。很奇怪，他翻譯那個黃台啊，不是黃台，是黃太的。黃太，黃太，黃太， yeah。還有呢，太太，不單是這樣子哦，Olivia 也來幫助他。Olivia 姊妹就都嚟，哇，師母也來幫助他。何師母又都嚟。我看到他們全部去那邊很用心的切那些那個什麼 apple 啊，還是把那 orange 啊，全部給那個小孩們吃。俾到睇到佢哋好用心嚟準備嗰啲細路仔食嗰啲食物。所以看得到講當神攪動了心的時候，我們可以做得到很多的事情。當我哋俾神攪動咗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哋會做出好多好多嘅事情。不單是這樣子哦，唔單止剛才你有聽到啊，我們有報告講的有一個聖經學院在我們的當中。我哋頭先聽到報告話有我哋當中有一個聖經學院喺我哋呢度。呀，這個聖經學院呢，每個星期三跟星期四，他們會有他們的學生過來學習神的話語。呢個聖經學院每一個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都有嚟呢度學習。全部過來的時候，他們也是怎樣講啊？scholarship 是什麼？獎學金的，全部是不用錢的。佢哋每一個星期三、星期四嚟學習聖經，都係免費嘅，唔使錢嘅。但是他們全部拿得到那個文憑啊，是有 register 的文憑嚟呢佢哋攞到嘅文憑都係得到承認嘅文憑。呀，他們不用給錢，但是有人會付錢的。佢哋唔需要俾錢，但係有人會俾出錢嘅。呀，有人已經幫他們付了錢，有人幫佢哋俾錢。所以我們看得到講，神攪動了心的過後，很多時候他們做的事情是我們想不到的。當神攪動咗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哋要做嘅事情好多時係我哋想象唔到嘅。所以我們不要只是看着我們的目前的缺乏，唔好單單睇到我哋眼前嘅缺乏。我們可是只有這個盼望，知道神會做他的工作。我哋一定要有呢個盼望，我哋知道神一定會做佢要做嘅工作。Amen。Amen。我們看得到哇，我們的那個椅子有很多啊，還有很多位置可以填滿的。我哋睇到我哋所坐嘅呢度在座嘅椅子有好多仲係空嘅，我哋需要佢嚟填滿。所以我們要繼續做神的工作，所以我哋要繼續做神嘅工作，祈求神攪動我們的心，祈求神嚟攪動我哋每一位嘅心。當神攪動我們的心的時候，我們的周圍的人啊都被攪動。所以當神攪動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哋周圍嘅人嘅心都被攪動嘅。我們總結哈，總結呢，我們看得到講神都可以攪動這一個波斯王，不是以色列人，還是會做他的工作。我哋睇到神攪動咗嗰個波斯王，佢雖然唔係以色列人，但係佢都會嚟做神嘅工作。神還攪動了那百姓的心，神仲攪動咗所有百姓嘅心。哇！那些被攪動的，他們都全部回去這個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所有被攪動個心嘅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嚟建造神嘅殿。他們可以很輕鬆的留在巴比倫，但是沒有，他們被攪動了過後，他們就過去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了。佢哋可以好輕鬆咁留喺巴比倫，但係佢哋冇咁做，佢哋翻到耶路撒冷嚟建造神嘅殿。我們還看得到神怎樣來釋放他的資源啊！我哋仲睇到神係點樣嚟釋放佢嘅資源俾佢哋，怎樣來成就他的旨意啊！就係從點樣嚟成就佢自己嘅旨意。我需要回應，但我哋需要回應。我看得到有一個故事呢，就是講的這個林獻高牧師。我睇到一個故事係講林獻高牧師。林獻高牧師呢，其實呢，他真的很出名的。林獻高牧師係好出名嘅。有一次呢，我跟Christine 他們呢，我們去到這個香港的這個短宣的時候，有一次我去到香港做短宣嘅時候，其實我想要過去這個廣州那邊看一看。我好想去到廣州嗰度睇下。
他其實呢怎知道呢？那個我們的牧師也講，你不好去啊，等一下有事情發生的。我哋牧師話，你唔好去啊，嗰度會有事情發生嘅。真的是哦，那一個星期呢，就有一個美國的人哈，他美國的牧師就跑過去那邊，當時呢，他就給那個公安就抓去了。真係嗰一個禮拜有一個美國嘅牧師去到廣州去探望嗰個林獻高牧師，就俾當地嘅公安捉咗。林獻高牧師呢，他真的是神攪動了他的心。林獻高牧師就係神攪動咗佢嘅心。1940年的時候，他跟這個王明道牧師一起做事工。1940年嘅時候，佢就同另外一個牧師一齊做呢個事工。王明道牧師是很出名的，在中國裏面的這個牧師。然過後呢，在20多年裏面呢，這個林獻高牧師呢就監去監牢20年。喺嗰個同嗰個牧師合作嗰嘅20幾年之後呢，嗰個林獻高牧師坐咗20年嘅監。22年。22年嘅監。他為什麼呢？因為他不要加入那個三自愛國運動。因為佢唔要參加嗰個三自愛國運動。那時候是1955年到1978年。係1955年到1978年。1979年的過後，他就開始他那個教會。1979年嘅時候開始咗佢呢個教會。在35號大馬站廣州。喺廣州大馬站，靠近他的其實是他家啦。其實就係佢個街。一開了過後呢，開咗之後呢，就有幾百個人來一起來崇拜神。一直發展到幾百個人一齊嚟崇拜神。過後他也是又進監牢。然後佢又再一次進入監牢。然後一出來的時候呢，他的教會又更大了。當佢出翻嚟嘅時候，佢教會更加強大。沒有辦法太多人了，他就搬過去15號龍桂里德珍北路。冇辦法，佢就再擴展到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每一次呢，他進去監牢出來的時候，他的教會就更大。每一次進入監獄出咗嚟之後，佢嘅教會就壯大，更加壯大咗。我想講，我不知道應該是進去監牢出來就會很大。但是呢，當他去世的時候，88歲。當佢去世嘅時候，已經係88歲。哇！他的這個安息禮拜有3萬人來。佢嘅安息禮拜有達到3萬多人。這個人，他被神攪動了心。呢個就係俾神攪動咗心嘅人。我們只要祈求神，神啊，你攪動我們的心。我哋嚟都祈求神啊，你嚟攪動我哋嘅心。我們只是要做神你的工作。我哋只係要做神你嘅工作。咩？係咩？我哋一齊嚟禱告。我哋一齊祈禱。天父啊，祈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天父，求你嚟幫助我哋每一位。給我們每一個人明白着神啊，當你攪動我們的心的時候，俾我哋都明白，當神你攪動我哋嘅心嘅時候，會影響到我們的周邊，會影響到我哋周邊嘅人。神啊，祈求你給我們這個力量。神啊，求你俾我哋有呢個能力。祈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求你幫助我哋每一位。奉主耶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們。希望今天的講道有祝福到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們下周同一個時間再見嘍。